曼聯消息，曼聯主場4-4戰平般尼茅夫。呢一場比賽攞到黃牌嘅曼聯中場卡斯米路將會累計5張黃牌停賽，缺席下一輪對住阿士東維拉嘅比賽。呢個亦都係卡斯米路今個賽季英超第15次出場領到嘅第5張嘅黃牌啊！但係呢一場比賽都對住般尼茅夫，曼聯喺2度領先嘅情況底下，2度被對手扳平比分，並1度被反超。憑借潘諾法蘭迪斯同埋古恩客嘅各入一波，曼聯亦都係以4-3第3次取得領先，但係最終亦都係4-4戰平對手啫。而據統計咧，曼聯係成為翻自2023年11月曼城客場4-4車路士以嚟首支英超單場3度領先，但係仍未能夠獲勝嘅球隊啊！嗱，呢場比賽曼聯完成咗25次嘅射門，上半場係17次，其中有9次嘅射正，最終打入咗4波。同樣打入4波嘅般尼茅夫呢一場比賽都完成咗14次嘅射門，同樣係9次嘅射正，兩隊合力完成咗39次射門。嗱，據統計呢一場比賽嘅射門次數比今個賽季英超其他任何嘅比賽都要多啊！